咱阁继续来听87来故事。87啊，一支破开绳，甲铁算盘，骗10两银，搁一领破棉线，走甲无看人。这个铁算盘呢，摕来一看卖，根本就是无影无相嘛。吼，愈想愈生气，不得了，叫阿狗啊带一群人去找877啊，伊就走去报案。877啊，真正欢喜，讲这是天送啊！讲你这个冤家贪心，爱报仇，我今日骗着110两银，这是天赐我，我要摕回来互伊收回。啊，毋过，拄好要转去的时阵，阿狗啊带一大群人掠到位啊！哎哟，兵好难对交棍啊！877啊，一个人哪有法度抵抗遐尼济家庭？一定是甲877啊抓起来！哇！啊，伫迄个旷野的时阵，该抓起来，想讲嘿无稳当。这个阿狗啊，就讲：喂，阿牛啊，甲877啊，绑2点这丛树啊，我来去带这个官方来，才来甲伊处理，才袂阁互伊走去。伊讲877啊，看你有外交，你若要走，有才调这丛树啊，规下拢掠走，我着学落你877啊真够。看你安怎走，行，大家来去。哇，惨咯！啊，这个877啊，绑伫个树啊，讲绑伫个大树是袂振袂动，又阁毋敢大声喊救人。我看今仔日是无希望，迄大人若来，我敢着去做犯人。真拄好，当着一个强姑的出现，伊讲啊，机会来咯！巧姑诶，讲啊，你即个人真诶奇怪，啊，我是无某艰苦，啊，你安尼绑点树啊，啊，搁伫遐咧唱山歌啊。伊讲，兄弟啊，我是伫咧医我诶身体，你今仔日当着我即个贵人，我较早嘛甲你共款巧姑，都是伫即丛树啊治好诶，敢有影？伊讲，啊，你若毋信，你就来试看卖嘛。你信毋信就由在你啊。反正无某是你家己咧虚伪啊。吼，伊就搁继续唱伊的山歌。嘿，啊，即个巧姑的吼，愈想愈奇怪，就讲，伊若无影，伊哪会这么快乐？伊讲，好啊，啊无安怎治？你教我啊？伊讲，你今仔日福气，当着我这个名医。若要治你的巧姑病，实在是简单，紧的，所紧甲我绑开，吼，就是要叫巧姑的家救嘛，爱着用一个骗术啦。啊，这个巧姑的戆戆，毋知影内面有蹊跷，爱着真是所甲伊绑开，哪绑哪甲伊讲，啊，你会骗我袂？伊讲，啊袂啦，我若骗你吼，你会死。伊讲，嘿。伊讲无啦，骗你我会死，你做你甲我放开，无代志，爱着甲伊放开。这个
翘姑的是好野人啊，倒咧娶无某啊，听到伊讲有法度治身体，伊翘姑治会好，伊讲你别个食，别2工，拢毋通互透开哦，若透开就会破功啊哦，你若透开，你就变帅哥啊，你就娶我啊。哦，这个翘姑的听者真欢喜，讲紧来甲我绑。877啊，偷开换绑翘姑的。这个翘姑的，伊就甲伊绑踮咧饲我，甲伊绑甲红。翘姑的哀哀叫讲，哪会这么疼？伊讲爱某就爱毋惊艰苦啊，你就爱绑咧食，你翘姑才会好。